其實我大概15、16歲嘅時候咧，已經出嚟半工讀㗎啦。咁啊，當時因為本身都係一個基層嘅家庭啦，當時做過唔同方面嘅職業嘅，咁啊做過一啲銷售員啦、酒樓嘅侍應啦，咁亦都做過一啲廚房嘅一啲後勤等等啦。首先第一次選舉咧，當年我係27歲，咁當然亦都遇過好多唔同嘅挑戰、唔同嘅困難啦。咁但係咧，從中咧亦都係令我自己成長啦。去到第二次嘅選舉咧，其實仍然係可以過半數嘅票數咧，擊敗兩位強勁嘅對手咧，繼續連任嘅。咁啊，去到第三次選舉，轉戰去地區委員會啦，亦都得到超過80%嘅地區委員會嘅委員咧投票俾我，肯定我嘅工作。我阿爸咧就喺6年前咧就離開咗我哋呢個世界嘅。咁啊，當時咧係啦，當時咧就係我仲喺區議會上面開緊會嘅。其實嗰日我都知道佢應該係唔得噶啦，但係我冇諗過係咁快嘅。咁一收到呢個消息之後，都即刻趕過去嘗試見佢最後一面啦。咁但係其實係最後係見唔到佢最後一面嘅。我仲記得佢生前，佢啱啱患咗重病嘅時候，都成日同我講唔好玩政治。政治唔係你呢啲比較上老實嘅人去玩嘅。咁但係我覺得，既然命運選擇咗我行呢條路，我都會盡我嘅能力去思考點樣去可以用我嘅一個角度，用我嘅方法去做好呢一個目前嘅工作。做地區工作嘅時候咧，真係做到廢寢忘餐嘅。當遇到譬如好凍嘅時候咧，試過有街坊真係喺屋企就攞咗條新嘅頸巾落嚟，再俾條頸巾俾我，叫我話啊，即係工作還工作，記得唔好咁搏命，注意保暖啦。呢個係第一方面啦。第二方面咧就係有時我哋做嘢做到好夜啦，咁都比較肚餓嘅時候，咁有啲街坊專登上去攞一啲嘢食落嚟俾我哋去食啦。咁呢啲都係一啲少少嘅暖心嘅故事啦，都多謝呢班嘅街坊陪伴住我哋成長啦，係啊，由地區基層嘅治理出身嘅一個嘅從政嘅人士咧，其實我哋係明白到好多嘢係除咗係政策之外咧，係需要人情味嘅。咁而呢方面嘅人情味咧，就正正喺我嘅一啲工作嘅點滴上面咧，去學識同埋去了解到翻嚟嘅。